大家好，李家國 Ivan 啦。今日咧呢個奧運咧，我哋就聽到發展商嘅 briefing 啦。咁佢講解翻咧，原來啊，佢呢個五房五套嘅單位咧係有一個包埋花園嘅。咁呢個花園咧講緊咧係會連接翻佢一個圍欄嗰個位，係一個有自己嘅獨立出口嘅。咁所以呢個喺暫時公佈咧，呢28伙當中咧，我覺得呢個五房五套3058尺嘅單位咧係比較矚目嘅，因為佢有自己嘅私人花園啦，亦有佢自己獨立嘅出入口大堂、出入口嘅大門，咁就可以咧。如果咁啱你嘅小朋友真係考到入呢個包玉剛嘅學校，咁你咧就可以直接由佢個佢喺個佢嘅大門直接行過去，其實只係講緊廿步到10步嘅距離就可以翻到學校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幾吸引嘅。咁睇下有志去揾呢個包玉剛學校升學嘅家長，可以留意下一個五房五套一個3058尺嘅一個複式單位啦。咁樣同埋最近新世界，咁我相信大家都好清楚佢今年有幾個好矚目嘅項目啦，例如奧運啦、奧神啦同埋柏奧莊嘅。咁講翻其實新世界喺過去喺香港發展嚟講咧，佢都有好多好矚目嘅地標性建築嘅喎。例如我哋喺尖沙咀嗰個摩天大廈名鑄咧，都係新世界發展嘅。咁新世界發展出嚟嘅嘢品質一定好，同埋有佢嘅個性啦。咁我講緊明珠，佢雖然好，但係佢壞點就係佢個牆身嘅厚度咧幾恐怖嘅，即係佢可以埲牆咧係成個人咁橫，成個浴缸咁闊嘅。咁講緊其實摩天大廈或者啲高密度嘅住宅，佢相對地佢個結構牆係會厚好多嘅。咁而我今次介紹個奧運講緊佢最高嗰個都係8樓高啫，而講緊明珠座底都68層樓高，而一個樓底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佢結構牆咧係真係成個浴缸咁大嘅，即係成個浴缸咁闊嘅。即係佢睇佢嗰個平面圖嘅 floor plan，你可以攞個浴缸同佢個隔離嗰個結構牆去比，真係同個浴缸一樣咁大，差唔多係成米咁厚嘅一個牆身嚟嘅。咁而家呢個低密度嘅住宅，除咗係話叫做私隱度高呢樣嘢嘅好處之外，其實講緊佢牆身嘅厚度咧都唔會話非常之厚嘅。咁除咗牆身厚度薄咗嘅時候，咁你可用嘅面積大咗啦，你地氈面積多咗啦。咁其實另一樣嘢就係佢喺如果你選擇係一個雙連單位或者自製一個雙連單位嘅時候，咁你嘅靈活度大咗好多，因為你本身個單位結構牆唔多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改建啦。咁同埋講緊新世界今次個項目講緊如果你買咗一伙嘅話，你係有優先權去買第二間嘅。咁可能我覺得佢而家奧運嘅流書未出啦，但我相信佢喺可見嘅將來佢應該係有啲單位係容易做到一啲相連嘅單位，或者唔知會唔會係兩個複式左右加埋 A、B 兩單位變咗一個三兩個1600尺加埋成為一個3200尺嘅複式大單位啊？會唔會有咁嘅機會？就要睇翻樓書嘅介紹啦。咁佢樓書佢預計發展商會係預計5月嘅30號咧，就會係所有嘢都安排好晒，就已經可以俾公眾去參觀噶啦。咁而家講緊最快應該5月30號咧就可以咧預約參觀噶啦。咁名額有限，每個鐘頭淨係招呼2台客人。咁一日裏邊可能講緊廿零至30台客去睇個示範單位啦。咁呢個到時睇翻發展商點樣安排啦。咁同埋講多個重點俾你聽。咁其實如果咧你有睇開新世界呢個名鑄咧，其實名鑄嘅複式單位咧係設計得好有心思嘅。佢唔係嗰種垂直嘅複式，佢係有少少咧係會係咁樣一間間嘅，即係佢可以同下邊嗰即係其實複式嘅下層同複式嘅上層咧，佢係有少少轉咗積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垂直一個立方體嚟嘅，佢係一個少少好似俄羅斯方塊嗰種一個咁樣嘅一個兩個
磚頭嘅咁嘅擺法嘅。咁如果你有睇過名著複式，你就可以知我講乜噶啦。咁我相信奧運啊，佢嗰個錯層式嘅複式設計，會唔會喺呢28間以外會有驚喜呢？咁我哋就留待翻5月30號佢出咗樓書之後，我哋再詳細去講解啦。咁同埋喺度都係預告翻俾大家聽啦。咁嚟緊5月30號真係呢個奧運就會開波啦。如果你有興趣嘅，快啲預約我咧呢個參觀啦。因為講緊一日裏邊可能都會有呢個 quota 嘅。咁萬一你睇遲咗，咁同埋講緊佢都只不過係100個單位內，預計可能99伙或者係100伙都係好容易賣晒嘅。同埋講緊佢有呢個咁特別嘅銷售安排，話叫做可以串銷咁，買咗第一間再買第二間係方便好多嘅時候，可能會唔會有圈客？會唔會一圈咁賣晒，或者一處咁賣晒？唔知，真係唔知。但我相信喺嚟緊呢幾個禮拜就快啲揾我去預約呢個5月30號嘅參觀啦。咁5月開始就到6月啊，我哋嚟打個賭啊！咁究竟佢會唔會喺6月嘅時候買得晒嗰100間呢？會唔會係破咗我哋呢個香港嘅一個一手樓最快沽清嘅一個嘅樓盤呢？咁我哋就到時再6月再揭曉啦。好，感謝大家睇呢條影片嘅，我哋下次再見，拜拜。